为着要推动友善校园建构安全多元的优质学习环境，市长会伫就任以来不断地积极推动真侪项的校园软硬体改善措施，希望当予台南市学生有一个完善舒适的学习环境。接下来的工作还是会继续来做，因为刚刚提了，本来7个跑道要变6个跑道，要转弯就不会转那么大。那这些东西都看见了校长治校的用心了哈。所以说，不管是球场，不管是这个水沟，不管是这个跑道，总共我们这一波争取了86个学校，那总体有中央补助了6亿，是补助各县市里面最多的就是台南市这个都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那从我上任这样3年了，3年多到现在，总共在我任内的，不管是委员也帮忙，那我们也努力，议员也帮忙，总共有148所学校的跑道改善。那这一波是最多是86所，148减86等于62，所以这前2年多大概62所，所以非常感谢各位。所以，但是我知道非常感谢新兴国小许多师生还有家长会大家的用心，提供孩子一个最好的教育环境。校园的跑道除了学生会当使用以外，住伫咧附近的社区里面嘛，常常到学校来散步、或者是运动。台南市政府积极伫咧4档内底完成148间学校的草场整建工程，希望会当提供予学生佮社区里面有一个优质的运动场地。我们的跑道因为已经使用了10几年，非常的老旧，那加上周边的一些树有串根的问题。还有呢，水沟崩坏的问题，所以呢，我重新回来新兴以后，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积极的来寻求改善。那也非常谢谢我们陈廷威立委能够大力的帮忙特别也感谢我们黄市长我们的市府团队也积极的协助配合。还有也感谢我们很多的议员也都非常的关心相关市府的垫付的款项我都非常顺利的来通过，让我们工程能够非常顺利的来完成。跑道完成以后我们不仅提供校内的师生来使用，我们放学以后我们社区的民众也都会到学校来运动。对于学校的新跑道都非常的赞赏。新兴国小除了草场整建以外，嘛全力推动校园的太阳能供电设施。目前校园内底拢总会当施作的面积达到3890平方公尺，预计伫咧4月底会当全面完工。台南新闻由平言采访报道。